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差，最暖万年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铁闸门风在高涨海黑衣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一群小学生闲闲听书，铁站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对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母子，用最自然的梦想。生癌泡面，你还要接过来？接过来跳哪种？我说彼得呀，我们这应该要再多放个垃圾桶啦，长那么多天是不是啊？先生，您不吝赐教，请问贵姓大人？李白，这个下白啊！李白，那个诗人李白跟李白嘛，你知道？难得有我知道的事情。我当然知道啦，李白诗人嘛，我会背他的诗啊。哪一首？我会的可多了呢，比如说最有名的那一首，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胡扯！这会是李白的诗吗？哎呦，我讲就莫乱讲，个豆腐嘞。豆腐呀！李白嘛，这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吃便当。哎呦，低头思故乡。这也不是李白的诗。哈，这也不是李白，那坐下赐教好吗？这个先生啊，李白不写床前明月光，他写了啥呀？花开今已结成果，荣华富贵终到老。君子小人相会合，万事清吉莫烦恼。啊，孤陋寡闻，没听过啊。那这一首呢？平生富贵成禄位，君家门户定光辉，始终必定无损失，夫妻百岁喜相随。好像有点熟悉，但还是没印象。于今莫作此当时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世间凡事何难定，千山万水也迟疑。这个总该听过了吧？没印象。意志消沉，难以言喻。唔晓配嘅李白嘅詩，咁樣變扣分。哪有乜啲哦？我從來都唔知人哋咩生年啊！唉，唔係，我去變看下嘅《唐詩三百首》還在冇？沒有，投其所好。唉，想说在疗养院就不用看到血，不用怕了，想不到问题更多。这疗养院的编制有这么多人，怎么病人不见了都没有人发现？这就是问题啊！
啊，我都快被搞疯了，没有几个人靠得住。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优秀就好了。真的啊？你真的觉得我很优秀啊？那当然啦，这些护士里面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了。哎呦，我一直以为哈你是嫉妒我比你强。嫉妒你？对，有一点啦。你长得那么漂亮，女人吗？嫉妒你算是正常的。我懂，我都懂。所以，你有没有考虑到去疗养院？那这里怎么办啊？我会回来驻守这里，我辛苦一点没有关系。哼，我才在想说，怎么这么好心的夸奖我，没想到是不怀好心。哎呦，好不好啦？我才不要嘞！更何况哈，那边需要主管在啦，你走不开。那我把刚刚说你什么优秀啊、什么漂亮的话，通通收回。你很小气哎！我不称赞你，你还是认为自己很漂亮、很优秀，有差吗？反正你帮忙留意一下啦。好啦，这病人资料在这里哦。好，那我给你交接一下喽。哎，夫人。哎，啊，你有冇看到喏？俺喊得了，人家喊得出现了哈。俺都要读的。哎哟，哦，俺就传过去派出所资料，你看嘛。哎，资料也点要处理啦。哦哦，啊，当拜托聊天说哈。好，刚才先做了。孙行，孙行。副官，对，阿同讲，讲得真奇怪啊，人看唔出来喏。你慢人看得出來，這種事情講得出來呀，慢啲。哎，有可能咯，你猜人多些，哎，人有啥有可能咯？就會冇可能啊！佢怎麼拖4字嘅面皮個泡咩？係嘛？唔是冇嚟講咗嘢，你講咗嘢之後，我今日要上唔開喎。那俺們唔做啊，咱會被刑官好起言。啊，那個就唔是做，俺唔是做，我就唔是做，你就看見佢做，看佢留嘅平常時蠻冇胸樣。那靠天意件事。阿忙結婚啊，啊40人世，啊體力有冇？唔好說好上面。免問題啊啦，阿門。你真呢有中意蘇慧冇？俺多些，還在哦。係啊，現在問啦，來啦。奶奶啦，帶女兩客阿爸飲茶，飲飯咯。係啦，我前面你。树，你刚运动完哦？血压很高哎，要不要我请陈医师帮你看看啊？不用了，不行，我还是要把你的记录留给他看。不過阿門，你講嘅蘇慧有冇冇胸樣嘅冇？冇強用。我啊，所謂真係真強咧。沒啦，俺沒問題啦。冇嘛。你看佢今年有冇個乖乖冇啊？乖乖，係啊，有咩乖乖呢？阿富叔，等陈医师回来哈，我再请他帮你看看啦。那阿元叔，你有没有要量？冇，唔是咧，俺只是。阿富叔，怎么了吗？淑慧，不要太难过呢。我难过什么啊？虽然身高不是距离，体重不是压力，但是我们的年龄真的是差很远。做埋啦，女人，做埋女人，女人啦。不嘛该啊！哦，真係來啦。你又唔係本來同花講悲傷咯？哎呦，俺咩講啊？佢講唔得就講唔得咧，因為人家會更驚呢，你知嘛？更嘅？係啊，你睇花朵。哎，阿富哥，淑慧哦，一下有用完冇？
文凭练啊，弟哦。当然啊，呀，天师太甲全就敌啊。哦，他家拢弟诶。哎，哦，安好。阿不叔，还好你还在这里，太好了。淑慧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年纪都可以当你爸爸了，你不应该爱我的。啊，我爱你。是误会。说得好，人生中有太多的误会捉弄着人啊。你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爱上你的？淑慧，你爱上阿富哥哦？啊？怎么可能啦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淑慧身上的那个鬼哦，爱上阿富哥了啦。鬼爱上我？啊，对，鬼才会爱上你。淑慧，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。我虽然有点年纪了，平常有一些懒散，但是我是有优点的啊。啊，什么优点？你说啊。我的优点是，天水呀呀，天水啊！我的优点哦，那个阿元临时想不到。哦，阿元叔，我知道了，一定又是你在乱讲话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是大家一片好心呗。哦，乱传谣言，我看你是不安好心呐。哪有？我就想说，那个阿富哥啊，大家请他来帮忙看看啊，说淑慧你身上是不是真的有鬼附身啊？文炳啊，他又说那个阿富哥是阿 Sir 啊，应该鬼会怕他才对啊，所以叫他来啊。鬼啊！对呀，不然李大师怎么那么怕你？阿富哥那胆子又那么小，怎么敢？什么大师啦？他是疗养院跑出来的精神病患，你们自己看，是不是他？泽，是不是？啊哦，真紧的哦。哦，那原来你没有爱上我，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，没有。比一点点少一点点的那种一点点都没有。没有，阿富叔，爱上我哈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I'm so sorry 哦。阿爷，我开始用爱啊！阿年说，不管潘银讲嘛该，来听。弟啊，爱弟啊，富山阿叔啊有养鬼，鬼甲养出鬼无神的家族。还讲阿富老蟑螂，我上班啦。我没有讲蟑螂啊，我是说鬼甲鬼无相的家族呢。鬼不就是你们招安话里面的他吗？嘿啊，鬼是迄家族，家族是迄他。错了，家族就是他，他就是家族，是鬼啊！对。莫怪阿富啊，唔等你啦。不嘿啊，佢嘅人家喺喵橋嘅同時拿出嚟用啊！哎呦，我，哎呀，不爱脏。你哋去求铺的啊？嘿啊！哦，上海人也着嫌费事离啦，迄淑慧去啊！看起来哦，都真硬强哦。係啊，跳到塔酒台上嘅呢。
原来本贵钱的做伙按样哦。卖讲贵啦，七个没有讲，卖讲贵，没讲贵。我没有被鬼附身啦。我说的话你们不相信，才有病呢！养院？哈，贵公妈甲迄题目，迄公妈甲迄题目，贵公妈甲迄题目，啊贵甲迄甲迄，啊贵公妈甲封耶稣，贵公妈甲封耶稣，啊迄公妈甲啦！要不是我知道你讲的话，大部分人都听不懂，我也会觉得你疯了。瑞英说的对啊，为什么那个病人那么怕你啊？我怎么知道啦？乃迪嘞！他是怕护士，不是怕淑慧。所以护士就是淑慧，淑慧就是护士啊！嘿呀嘿呀！你用啥零？嘿，主位啊！嘿呀嘿呀！啊！哎，他是说你是猪哎，你还一直嘿呀嘿呀！啊，妹，其实是因为那个病人他在疗养院里面帮他打针的都是护士啊，所以他害怕的是淑慧穿的这一身制服，而不是怕淑慧。全村哈就属你最聪明、最漂亮了啦！哎，不过没有我强。你高兴就好。哎呦，阿兰英，不要想那么多啦，谁遇到那种巧合哈，都会相信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要给我跟居珍那首诗呢？你看哦，春梅啊有把这个病人的特征都写给我。她说这个病人哈，几乎把庙里面所有的签诗都背下来了。一刚开始啊，也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，只知道哈这个病人啊觉得这个诗啊都是他写的。哦，那就难怪了啦。对啊，所以啊，他刚好把那首签诗给谁嘛，然后你呢就遇到问题，心里面正烦着，事情啊就是这么刚刚好。也许啦，也许是巧合。不过想想那个病人也蛮可怜的，有机会还是帮帮他吧。虽然啊，他还有被阿元叔这样乱传哦，可是春梅有说过，他有一段时间控制得很好，有机会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。我们也想帮他，可是哦，不知道他现在去哪里了啦。而且啊，他知道这边有一个护士，应该更不敢回来了。希望他能好起来啦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哎呦，好忙啦！还是个耍暗行，无看吼。万爱啦，但是咧亲脱下属的人呢，爱属当然行啊。哎呦，亲吐下属嘅人呢？哼！哎呀，好累忙啦，个死有请斗忙啊！哦，一输都请唔到啊！佮明明佮放在床前明月光就会立拍下来，竟然会讲唔偏哦！哪有可能？个其中很多立拍嘅，对立拍嘅事，应该比人个喊得多呀，应该错噶。伊阿迄个前头搞唔错嘅。伊阿前人都搞唔错，哪有可能？哪无可能？你是好家都有可能搞唔错呢。Peter，这是卡。阿姨。哎，阿姨啊，来来来。唔是啦，送你团堂做好的啦，你都无烦啊。哎呦，唔是送你团堂的啦，我想哦，跟人家按啰嗦，哪一点奉好的？错，增加家嘅印象分数。唔嘛该分数啊。所以有人客啊，来亚做皮干嘛，鼓手会会增加家嘅好感度。哎，冇错。韩国啊，会行我投其所好，还会请你同事去看。你讲嘅嘛个李白嘅诗，不过讲嘅吼，我怎啊请无呢？李白。嘿，阿兰姨，你有研究啊？我迄个叫小白嘛。小白？你聊小白懂什么诗哦？哎，嗰啥营养咩事？迄咩动窗没有多行，求一抢时。错。阿兰是阿志说的。唔会啦，唔会啦，迄真件做感谢，做感谢 Jessica 啦、Peter 啦，体谅啥，劳力先生照顾到以后啦。 Peter 和 Jessica，
啊，感谢良善呢。哎呦，莫讲感谢啦，我对好要分给乡里的片哦。批人的意思是讲啊吼，个你先生啊，讲迄轮要找歌咩？刚才也对我就想讲先输留记，等我通报开相关单位的时间，啊，唔对我就来啊。总共一句吼，按感谢大家啦，谢谢。哎，不用客气啦。刚刚时间差不多诶，刚好先走了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今天啊，拜拜。哦，好嘞，呀，没事啊，要转嘞，嘿嘿。阿元叔，你还欠我一个清白。对不起嘛，大家都真的以为你身上招惹到什么在身上啊，怕你出事才这样做的没？哎，对呀，那时候那个病人刚好误打误撞说中那么多次，那时候说你怎么样，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啦。还有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啦，可是啊，我要给阿元叔有所警惕，以后啊，以后我绝对不敢乱说话。可是你不乱说话，这里就不好玩呀。那你要我怎么做你才开心没？以后嘛，以后我喝咖啡都免费，怎么样？啊，免费哦，那我不是了大了？哎，我所有的咖啡几乎一半都是你买的呢，你免费，那我赚什么？这样你才有所警惕啊。秋咪，现在怎么改啊？调侃哟，伢叔你很好。呀，Q 博么？北讲老记讲，其后的颈部保暖器。我就想做一条降味的。真的动手难呢，但他人头呀，我再地拖嘅太惡意啊，我唔會太過分。阿英过来，然后唔讲一下。他娘没大天发过来。阿英，我考天书了，讲乜解啊？我讲来，而且迄阿英，佢继承上骗啊，贵团爱上哦，唔过贵团爱上头怎么解啊？我有问问佢。迄冇问哦，唔过我嘛唔知贵团爱上头怎么解呢？救命！刚爱着上贵啊啦，考天书唔爱伊啦。这个新闻来装唔爱。哎呦，拜托啦！晒来没冇用啊！弟弟，轻松去上啦。上爱，可是我知影上天啊。不过，我伊特别上爱啊。那有阿妹唔爱上去解妹的啊，係冇？我伊真正会上爱哦。唔老娘妹按久冇见面呢，基本上也係正常的啊。調緊肉，係冇？啊，嘿。我哦是冇看過娘妹啦，不過我看娘樣的哦。上個娘妹應該係一個外冷內熱嘅人啊。唔冇睇佢身邊哦，基本上啊，佢所在看相片，看相片樓上電梯呀，嗰日好冇，又快樂冇，又搞到新朋友冇。
哦，我叫是鬼头佬的咧。迄唔讲得唔无，其实我讲来看你啊。做唔得不记过来哦。诶，小咪，我伊头佬娘爱，迄头会干金钟，我金钟的很爱啊。哎呦，唔抵娘妹啦！啊，我结婚哦，就紧是过嘞啊，莫不记过来啊。小咪，俺等我去看英语。溜溜怎么干啊？迄唔系讲我伊同我的相，我超嫌搭几安心的相啊，所以学开爱跳戏啦。凊彩哪一种就好嘞啊！哦，伊死冰了。冇使啦，一天有出去戏都几讲要安心嘛，平常又没有时间出去。俺们爱冰了你。唔听饮料嘛该啊？哎呦，虽然其实甲伊3样样的翕啊，我迄个朋友啊，我留记天数啦。留记天数？嘿啊，我迄张张相片哦，做请假的朋友留记天数，安尼哦，看起来当唔会假假啦。无啲相片看起来假的话，虽然也袂做吃到，虽然其实讲得唔无啊，安尼其实讲来看水呢。迄唔好，喊佢过来啊！好。鬼回来，抓来！迄件诶，吃到佢哋遐高啲唔好，其实我嚟看佢啊。我好爱啊！我伊迄家长讲是要去做呢，迄题名啊！佢所在不用教。俺咱们认真开戏。哦，好嘞，不用教，做得下来的忙啊。好。唉，好诶啦，莫几日爱杂啦。我是上头摆事情搞出搞头来，算到做乜该？我就迄上到阿水家姐，上到我就强哦。cái阿水嘅家姐，要去甲伊亲戚，有乜好讲啊？唔抵啦，我张家哥来个时节哦，要去按用上。都明啊，都明张弟呀。头摆上街哦，太单纯诶。阿水讲家姐哦，较严嘛。我老倒哦，抢迄结婚假下要求哦，较多听。佢结婚要求较严到诶，咩真爽诶啊？谁人嘅事情咩？嘿啊，我要想啊，嘛该都谈记嘅就好了啊。望弟啊，佢应干应多，咁多诶。两公婆嘛，该是啊，几多爱管啊？连娘的变数啊，娘的煮饭啊，娘的洗衫嘛，几多爱管啊？万年来好记哦。甲怕，你睇下很后生啊，对你较严的位啦。哦，是咯，嘛该严听听。唔知啊，洗好嘅衫啊，一凉拿来检查啊，涂嘅铁哦，要一寸嘅擦。检查哦，莫拿放大镜听哦。哎呀，那唔是那个上安快啦，里面面量啥好啊？咩唔点样嘅讲啊？我看到佢就知道哦，迄细嘅时节哦，看到欣赏样诶。咁样按电影行。哎呀，结婚哦，真经唔像迄两三年嘅事，係两干年嘅事。佢是黑哦，结婚啊，唔像迄两三年嘅事情哦。上下哦，抢上两三年好好嘅过，不甲其他人有意见，又做唔得唔得。唉，我按怪哦。嘿啦，他讲后生嘅事情都强强啦，老多啊，结婚啊，抢两三年好就好嘅啦。妈咪啊，冇按简单哦，上多，小二，汉堡是掉哈，来分给。唔是啦，你去甲吃啦。
来试过咧，也迄本物件。来无的啦，爱用东派生呢。准，来坚持。哦，好啦，来拿钱不用啦。唔是钱，你试就好咧。总唔得啦，要给钱听错数啦。冇诶，好啊，今天还没事。啊，我好啦，你显示啦，钱吼等一下张拿啦。哎，文斌 ，Hello， 有人在那翕相好无？哦，小乐，走不落呀？来哦。运动看熬夜啦。嘿，强下。可以啊。好，可以啊。来，起好。好来。小乐呢？哎，嗨，总讲到，哎，要总要黑呢，那规早年头都变去切一班呢。嘿个讲讲，你上海几翕的啊？哎，家下你无讲唔无，我早袂离几翕，拢无效啊啦。无，我电视甲翕好的啦，让老人去。好，你去改片。1、2、3，好，有吗？有啊。哎，慧玉、瑞颖，你们怎么难得跑出来？我想要照几张相啊，寄回去给我妈妈看啦。他妈妈想他啦，所以他要拍一些快乐的生活照寄回去。那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我看一下。怎么了吗？这几张照片不怎么样哎，这表情看起来还有点呆，看起来不太开心哎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来啦，我教你啦，你看我哈。不看，来，你看看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可是怎么跟本人长得不一样啊？哎呦，可爱到跟本人完全不一样，这个就是自拍的最高境界啊！来，我再继续教你们。哇，今天怎么这么好？还有蛋糕可以吃哦。因为要庆祝方云升官。升官？姐，唔系张雕做嘿，叫人家就升了呀。俺主管冇做的啊，俺卡嫂就不俺家嘞。哦，恭喜嘿呢！本来呢，感谢水银还有费用啊，唔免要得很爱人家一下，也主管的位妹妹唔当爱做。哎呦，很厉害啦，很安公吼，像神一样啦。哎，不过阿天你也真是的。啊？我又怎么了？要请客也要请好一点的啊，请一个蛋糕就想打发我们了。对啊，应该有牛排呀，至少要是大餐吧？就这样哦。好啦，等我当上银行经理，我一定办桌请大家的。啊，那还要等很久哎，那还不如先请喝喜酒好了。对呀，我也比较想要喝喜酒。还早啦，趁年轻，先以事业为重啦。对耶，方宇姐说的也对，我也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努力一点。你？对呀，我想要存多一点的钱开美发店，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越开越多家。哇，那是不是像便利商店一样啊？每条街上都有一家。好啊，这是我的梦想。哎，那我们看到全世界不是更好吗？这样走到哪都有你的分店呢。那我就可以坐私人飞机到各国去巡视。那这样我要当巴黎的店长。好，给你当店长。小乐呢，我就在伦敦帮你开一家住宿店。好，方宇姐我就在纽约帮你开一家银行。阿天就在菲律宾开一间警察局，可以当局长好了。不客气啦。好啦，我们大家开始吃蛋糕吧。好啦，不啦，爱弟，
哎，唔放心，系爱弟。哦，等一下啊，廿妹我老你讲吧。喂，阿姨哦，哈，有啊，我行。明日就要到尾啊啦。哦，拜拜。讲起来，啊，你行。唔错啊，廿妹应该当上啊，连又唔讲硬叽叽的喏。我嘛唔知呢，关门爱行嘛，啊去看卖啊。唔讲错法。冇啊，你听我讲嘛个，迄原来有停车啊，我睇又讲唔错嘛个。相亲，系啊。哎呦，我的上好，迄上头睇开讲亲戚啦，规地系俺妈家生怎么好，就甲伊打出去啦。哎呦，唔是讲啦，怕冇按洋葱啦。系啦。哎呦，甲我调枪偏法啦，我无上头介绍就嫁出去啦，我死都无爱过啦。好啦，冇想太快啦，抢迄相亲又唔系天天结婚。系啊，佮相亲哦，都结婚，还有长久啦，冇一个合一个。哎呦，我迄个去做吼，要甲苏龙计约好啊，像要一步一步倒去做，唔过囡仔吼，佢都有拍拍去做。啊，谈起来，娘妈迄个动位太个人呢。我已经订出第一步啊，过来爱一摆啊。哎呦，冇按洋葱啦。唔对啦，我细汉的时母啊，爱伊同爱去学英文，有一摆吼，先甲我讲，俺妈家拢提毛错太教，佢就走起来啦。他唔是啦，娘妈迄味道很好啊。系啊。感面吼，我拢骗冇啊。好啦，冇想听到。迄个啊，娘妹个星座，迄嘛个啊？长面，摩羯座。哦，等一下，摩羯座。好啦。来看一下，摩羯座的观念较传统，较新个礼物哦，就唔是老娘妈讲的啦。一般来说，会时时刻刻鞭策自己及亲人，鼓手唔系被鞭策的对象哦。思想条理分明，擅长制定计划，并极有耐性的完成。啊，亚就系谋定而后动啦。摩羯座的人通常会严以律己，爱上哦，宽以待人，唔是懵嘞。莫生爱讲啦！哎呦，你看。哎呦，这水人的生意呢，唔行就算了咩，莫勉强人啊。娘做对无好去啊，去的既有事，唔去哦，连爱就有事。那虽然啊，做好做啦，伫公公的做好啊，无按洋葱啦，唔是一家养一家。唉，阎王哦，这顿相亲啊，行妹无限啊，嫌我带己去啊，我又唔系行妹，哎呦，我咩死哦！哎呦，兄弟呀，这样来讲，就会水人行咩咩？你人讲的啊，这老夫啊，各种样的妒忌，什么富家子啊，哎呦，基本上也就总别讲的啦。好哟，阿爷，乜个总病讲啊？你跟乜个比咯？你唔可以讲出冇讲。我咩样的意思啊？我是讲嘅，啊，见我开牙掉啦，哎。咩弟弟唔会开牙，阿英唔骗。我啲同行哦，咩发做人啊？你啊，做地方就国土了 man 嗰個，你對方係樣嘅人啊？有相片冇？我看一下。冇呢，唐公唔查。唔查哦，嗰個係做乜嘅條路啊？唐公係科技新貴工程師，有屋嘅，有才。哦，
有福的有差的，就是条件同好啊，和田医生嘛是。你要做唔单用讲啊，佮新闻从头报定的啊，又当到个工程师，从来不用骗呢。嘿哦吼，按叫工厂时啊，唔喺公司做个木卡，当伊上班下班，沙飞经验较无，千尾碰个诈骗集团骗，难怪了，要请相亲。哎，唔係，哎，應該哦攞阿英嘅手工程師做物街啊，哎，你唔係詐騙集團。對。係咩？不過啊，相親一樣嘅事情啊，係你尋宿舍業嘅時候較妥當，較有保障。有理哦。今日就要拿阿英呢來天想一下，種草。真是唔想哦。你話講？我係講，我未問過。我冤枉啦，阿蘭姊，你講迄個事啊，我是無真無見。但係呢，為咗水呢，夾個終身大事，我是唔會亂來哦。你講錯冇，楊姊？唔係迄木田樹哦。阿英啊，你還有時間請洗頭啊？上班幾大年下個，你食到錢好嘅啦。你干啥啦？以前是都服藥，難咁樣叫。我條假娘，係唔去哦，唔就去啊！唔係假叫咩？嗌咩啊？相情係私事，洗頭係公事，公私要分明。唔過事情總係結嘅啦，我又未去過來，大家都冇啦。唔得忙啊！唔得到搶唔輸去啊！我咩唔想逼你啊？我唔想講冇哈，你用個老娘咩交代啊？唔去咩做的？你這個啊，老娘沒講。所以，搶去相親聽聽啊，咩唔係嘅太事情啦。唔做想講，去跑去一下就做來啊。有啥冇啥，做冇要緊啊！安尼我連早做得老娘咪交代啊！嘿，連去做唔去，安尼我連你哋做快過嘅啦。我煩啊啦！哦，冇事啦，吃飯聽聽，冇按洋蔥啦，啊，唔中意嗬，娘妹妹唔會俾人家啊。不快哦。爸，別做嘛。冇啊，爸是老小的天氣嘛，看萬一做得來相親啊。做得好。哎，要來冇關係啊。係啊，小樂又沒嫁唔出去，小幾做嘛？哎，兩日就那地嘛個，人都冇看啊，你等人單是做乜個身份啊？
啊？哦，迄嘛人也都无想要治咧。哎，乐，你好。其实这种人啊，是爸爸嫌个朋友天钱的呢，莫看呢，每上就会科技神龟哦。爸，你说阿妹嘛噶？无啊，那还没嘛个？爸是伫遐做个伟大又崇国的太师呢，那还没嘛个？伟大又崇国的太师哦，嘿啦，由老主任发布过去啦，兄弟啦。哎呦，人家都讲啦，人家都没有接看新闻啊。个研究个新闻要出个嘛个，当到个工厂时啊，分个诈骗集团的骗啊，系嘛？主要讲啊，我说阿爸就许了一个心愿，然后拯救了条工厂时。那想法当好啦。不过老小乐有嘛关系啊？那无嘛关系啊？你看咱小乐，相貌堂堂，讲身材有身材，你又聪明又见过暗度世面，错冇？当你蹲到我卡，你可以讲4年见豆豆。哎，无通讲，秀才不出门，难题太哈死哎。你听到冇啊？你看这个宅男工厂时啊，系冇？当然就会咔嚓上班做事，到下班也就咔嚓穿衣服卡，所以冇稍微经验那会啦。难免会被人骗啊，错冇？我说看你家头被人骗，将手讲来骗就较严啊，错冇？没，俺意思是讲啊，可能家头被人骗啊，将手派人的小乐去救家头，像家头其中一个呢，做在拖到人的小乐，人的乐呢就会来装到黑，这个诈骗集团呢就无机会下手了，人都讲错冇？哦。啊？乐。龙姨啊，爸是让讲哦，迄阿田老用分数，唔听说我羡慕爸弟哦。哦。哎，你看呀，咱也亲到的嘛。爸是真个劳心劳力的，都没俩事呢。不应当啊。听就爱去哦，安尼，兄弟嘞，兄弟嘛改，唔得通知讲啊，讲好有说来朋友咧。冇使啦，人以为讲个马是，我用出咯。让你总失败，跳扑咧个谁来闹你？安尼懂得嘞？哎，唐一儿，做得嘞。礼拜冇先讲，又拜咧。没啦，去做唔先讲就好啦。印条师不你电脑，看每年就会吃到水，再给动电脑哦。好啊，就跳动等因闹，安样去就唔会走人介绍诶。冇要紧啦，唔过恁娘子长要请我啊。哎呀，简单啦，你做人平常时哦，给偶像用的本去写来看，你看到，就会照起来啦。错了，赶紧快无拍工作，甲自己给我高血压啦！你他们是？还有啊！你都叫我较高的高长腿啊，去约会，就同小倩跳盘，用身高带给男人压力。安尼吼，甲细仔都惊到要死咧。汉大松哦，叫佢懂得健康集团呐，莫想硬安样安矮呀，谁来就会想到优生学哦，就这样咯。嘿啦，何燕呐，拿出血拼的本领，把对方吓跑啦！有安样讲咯，动上来就从赶出去。
阿飞妞苗去留个相亲拍起来。哪一看到今年，总唔记得嘞。哦，阎王抢人的老公啊！谁抢我老公啊？哪个狐狸精？莫凶案多，狐狸精哦，喊黑有条件限制。好干净哦！二叔啊，当时在鬼吼鬼叫，就要文彪啊。他怎么了？他好像喜欢上慧玉。来，两腿过去，万有人初两三三三三，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一，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。三分二，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。对面嘅三分二，从未讲你一手去掉。